风台伫台湾的东部嘛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哦，四界拢有路树倒去。工程人员透早就开始整理，新福路会当过。伫台东的东河乡哦，油仔园互风台扫过，油仔是落甲对规涂骹。现场的情形，咱交互人伫台东的记者来为咱说明。 是主播记者即摆人就伫台东的大财线，虽然风台已经出海，啊，毋过会使看到这个路面顶头拢是正经大风扇过长期的树仔。这工程人员透早就已经赶紧出来处理，尤其是部分严重影响到通行的路段，是优先来排除障碍。小萌姐，恁差不多几点就来处理这个树仔长期的？我7點就來啊！係對。啊，頭拄仔只是規個路攏凍。規路攏是啊，係凍掉嘿。啊，即馬就是要趕緊將路清出來，互大家會使行。對。因為有溪邊仔去啊，最少都單線道可以走了。應該到成功迄邊攏應該攏規排攏樹仔攏倒的啊。 树仔東西，因若是阻擋着過路，抑佫抵着電線，造成東河附近民眾無電通好用。雖然即馬也是風雨，台電人員嘛是趕緊來搶修。那个树哦，去压到那个高压电线了，我们要把它清开，要把故障点给排除啊，不然电送不动啊。现在整个那个三元到那个东河都没有电。风台风雨，唔若是影响到交通用电，就连农民辛苦种的金蕉、大菜柑，就得要收成啊，却因为大风扇过，规丛倒去。农民讲要靠无目屎。有啊，有做啊，嘛是倒啊。你无看金蕉拢倒了，伊有插电啊，这都是。唔是讲要修啊，要修成啊。对啊，后个月就修成啊。啊，即摆要办？要办哦，问政府啊。 中秋就要到啊，连大家爱吃的油啊，同款是因为风雨规粒叫风扫甲落下来，农业损失暂时也搁伫估计。风台愈来愈远，流落来却是民众无法度估计的损失。以上是记者伫台东观察到的状况，从镜头交转去主播。